利用手机 APP 程式大声朗读，有的超大喇叭，这个要来读这个文章，读文章哦，没有广告了。七、心经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不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，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。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盘。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HTT 有个地方好像漏掉了，要补上去。本来的文章有漏掉，可能后来也补上去了，可以再重新录看看呢。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这个要怎么才会跑到开头那边？还要研究怎么按才会跑到那个开头那边重新念呢？按这个退回去的，还是要退？已经跑到开头这边了哈。七、心经，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不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，亦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无智，亦无得，以无所得故。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盘。三世诸佛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罗蜜多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，即说咒曰：揭谛
地揭谛，波罗揭谛，波罗僧揭谛，菩提萨婆诃。HTT。他那个字有错了哈，般若念作般若是妙智慧的意思，他印成那个波浪的波了，所以念出来有错了。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很明显的有2个藐字嘛，所以前面那个藐字应该是耨，耕耘那个耨那个字也是草字头，左边那个雷，右边一个入。那个念叫 no， 所以他那个字有错误。是从底下那个念英文那个是王子。